大家好，尋日美聯儲新任主席 Kevin Warsh 第一次以主席身份主持嘅聯儲局委員會會議，跟住佢主持嘅就任以嚟嘅第一次公開記者會。新官上任，外界都關注緊佢嘅政策會有咩唔同，佢會帶領呢個機構走向邊個方向。另外，眾所周知 Warsh 係 Trump 選中嘅人 ，Trump 選咗好大程度上係因為佢希望美聯儲減息。但係近期美國嘅通脹數據一路走高，而家已經升到4.2%。外界一早喺度估 Warsh 到底會點做，係聽數據話事，定係聽總統話事？今日我哋就嚟傾下美聯儲同埋佢嘅新任掌舵人 Kevin Warsh。作為美國嘅中央銀行，美聯儲最核心嘅兩個任務係維持物價穩定，即係控制通脹，仲有促進充分就業。而佢手上最主要嘅工具就係設定聯邦基金利率，呢個利率牽動住美國成個經濟體系入邊嘅資金成本咁高少少，房貸貴，車貸貴，企業借錢擴張嘅成本高，成個經濟踩剎車，佢睇低少少呢，借錢平啲，消費同投資都被刺激起嚟，經濟加速。因為美金係全球最主要嘅儲備貨幣，美聯儲嘅每一個決定影響嘅範圍遠遠超出美國國內。全球嘅股市、債市、匯率都會對佢哋每一句說話做出反應。呢個亦都係點解每次聯儲局會議，全世界嘅投資者都會屏息以待。咁而家美聯儲嘅基準利率維持咗3.5%到3.75%嘅區間。呢次會議結果其實佢嘅懸念就係利率維持不變。嘅邏輯好簡單，減息係需要通脹已經受控，接近目標。但係而家 CPI 年增率係4.2%，聯儲局嘅目標係2%，差距仲好大，根本冇減息嘅空間。加息通常需要有明確嘅緊迫信號，但係而家經濟表現穩健，就業市場穩固，失業率嘅變化唔大，咁必要立即調整政策。所以就係按兵不動，繼續觀察。但呢個全票通過咗維持不動，並唔等於佢都冇發生，恰恰相反。尋日呢個會議發出咗一啲重要嘅信號。第一，美聯儲官員暗示佢哋喺下一步行動可能係加息而唔係減息。每次季度會議，委員都會提交自己對未來利率走向嘅預測，呢個就係所謂嘅點陣圖 dot plot。喺上次3月，呢一個點陣圖顯示有12位官員預計今年至少會減息一次，但係呢一次19位委員入邊有9位預計年底前至少會加息一次。呢個被《華爾街日報》稱為驚人嘅政策反轉。咁第二個呢個尋日會議嘅看點就係 Warsh 同上任主席鮑威爾大為唔同嘅風格開始顯現。最直觀嘅表現就係話喺溝通方式上係由多講變到少講。喺鮑威爾主導嘅時代，聯儲局非常重視前瞻性指引，即係每次會議前後，主席同埋各個地區嘅主席都會發表大量講話，向市場預告下一步嘅動向，等市場可以提前消化。聲明嘅字數亦都越嚟越長，今年4月嘅聲明就有341個字。但係 Warsh 就完全反其道而行啦。佢曾經公開講過，中央銀行應該學識佢嘅掌聲，喺觀眾屏息以待嘅情況下工作。挨到一，佢就開始咁樣做啦。首先，佢嘅政策聲明由341個字直接減到130個字。另外，佢正式宣布廢除前瞻性指引，而且冇公開確認。佢今次冇提交自己嘅預測，因為佢覺得對制定政策嘅幫助。喺鮑威爾時代，點陣圖係最重要嘅市場溝通工具。市場每次都高度依賴佢哋判斷聯儲局嘅意圖，究竟係加息定係減息。Warsh 認為咁樣會令到美聯儲過度束手束腳，失去靈活性。佢嘅做法係唔廢除點陣圖，即係其他委員仍然可以提交，但係佢本人就唔參與。換言之，佢係用行動嘅削弱點陣圖嘅權威性。第三個 O 日嘅看點就係 Warsh 宣布成立5個獨立嘅工作小組，負責全面嘅審查同埋改革。呢
呢5個工作小組會審查同埋改革5個方面。第一係聯儲局嘅溝通方式，第二係資產負債表政策，第三係對數據來源嘅依賴性，第四係生產力同埋就業，第五係通脹框架。成員方面包括咗內部同外部嘅專家，預計喺年底前會提出建議。呢個舉動係冇宣告 Walsh 唔單止係換咗個主席咁簡單，佢係要從根本上重塑美聯儲嘅運作方式。好，咁我哋睇下利率維持不變，說明美聯儲點樣喺目前嘅美國經濟呢？其實呢個代表咗一個非常明確嘅判斷，就係經濟嘅崩潰，但係通脹目前係最大嘅威脅，而且比之前想象中要頑固得多。具體嚟講，今次更新嘅預測數字說明咗好多嘢。第一，今年嘅通脹預測由3月嘅2.7%大幅上調到3.6%，而今年嘅 GDP 增長預測就由2.4%微調到2.2%，失業率預計係4.3%，就業市場依然係穩健啲。好，增長雖然放緩，但並唔係崩潰。通脹就加速上升，呢個係鎏日委員會嘅基本判斷。推動今次通脹嘅力量，媒體分析主要有3個。第一，當然係伊朗戰爭帶嚟嘅能源衝擊，油價同埋大宗商品價格因為戰爭而上升，直接推高咗消費物價。第二個係人工智能基礎設施嘅投資熱潮，呢個有啲反直覺。好多人一開始以為人工智能可以提升生產力，長遠佢哋應該會壓低通脹。但目前發生嘅事係數據中心嘅瘋狂建設，帶動咗對晶片、電力同埋建材嘅巨大需求，而呢啲領域嘅供應完全跟唔上，反而推高咗物價。我之前同陳立檢博士仲有 Jason 博士做嘅節目入邊，佢哋都有講到咧，好似話記憶體呢類嘅價錢比起以前起碼升咗5倍嘅。第三就係財富效應，因為科技股飆升，股市大漲，令到有金融資產嘅家庭覺得自己有錢嘅，佢消費就會更加旺盛，咁樣進一步刺激咗需求端嘅物價。比較令聯儲局擔心嘅係通脹高過2%嘅目標已經持續咗超過5年，呢個唔係一次暫時性嘅衝擊，已經係一個持久嘅問題。佢一旦公眾開始預期通脹會一直高企，呢種預期本身就會成為通脹嘅燃料，令到問題更加難解決。喺下一次美聯儲局會議會唔會加息呢？呢個係市場而家最敏感嘅問題。根據最新嘅期貨市場數據，年底前起碼加息1次嘅概率，而家已經升到去60%。佢支持加息有幾個理由。一個就係通脹持續上升，唔係暫時性㗎。仲有一個係就業市場依然穩健，所以聯儲局唔需要擔心加息會打擊就業嘅代價。咁第三個理由係，鷹派理事認為喺通脹持續嘅情況下，佢都唔做，本身就係放鬆緊，因為通脹上升會令實際利率自動下降。仲有一個咧就係 Walsh 嘅鷹派背景，令市場相信佢有意願出手加息。但係反對加息，即係唔會加息呢，亦都有幾個理由。其中一個理由係話，今次通脹好大程度係供應端嘅衝擊，好似戰爭、能源咁，加息係壓唔到油價落嚟嘅，政策效果係令人懷疑。第二個呢，就係加息會令已經疲弱嘅樓市雪上加霜，引發政治壓力。仲有呢，就係特朗普明確反對加息，喺 Walsh 就面臨政治壓力。第四點就係經濟學界有聲浪認為，針對供應衝擊型嘅通脹去加息，風險係兩頭唔到岸。簡單啲講，聯儲局嘅信息係：我哋見到通脹惡化嘅，我哋唔再預期今年會減息，我哋正喺度為加息做準備。但係呢，今日我哋先按兵不動，因為我哋需要更多數據，而且今次通脹嘅根源唔完全係我哋利率工具可以解決到嘅。加息嘅真實性又點呢？可能性係真實嘅，但係難處在於呢種係一種唔係咁好對付嘅通脹。如果 Walsh 決定加息，佢哋壓住嘅就係必須展示反通脹嘅決心。如果冇繼續按兵不動，佢嘅理由就係供應側呢種供應衝擊型通脹，加息係治標唔治本。呢兩種邏輯其實都係企得住腳嘅。
所以7月或者10月聯儲局到底會唔會加息，其實仲係好難預判啊。佢喺發佈會上面 ，Walsh 亦都冇透露佢嘅真實諗法。有記者問，既然最新嘅點陣圖入邊有9位委員預計今年需要加息，呢個係咪代表聯儲局而家嘅基本預測已經變咗做加息而徹底入十嘅減息嘅大門呢？ Walsh 係咁樣回答嘅，佢話咧，點陣圖只係每位委員基於目前嗰一刻數據嘅個人預測，並唔係聯儲局提前寫好嘅行動計劃。當前嘅政策係維持利率不變，聯儲局確實佢減息嘅迫切感，但下一步係加息定係壓減息，完全要攞今年第3、4季嘅通脹表現，唔應該俾市場造成某種確定性嘅錯覺。所以呢 Walsh 係打定主意，唔俾市場任何前瞻性嘅引導。好，咁而家我哋嚟認識一下呢位新主席 Kevin Walsh 係何方神聖。而華爾街日報對佢嘅描述呢係8個字：年少得志，身家豐厚。Kevin Walsh 係1970年出世，佢今年56歲，喺紐約州北部長大嘅爸爸呢係一個做校服嘅生意人。大學嘅讀嘅係史丹福大學公共政策，1992年畢業。佢喺史丹福嘅日子入邊，佢培養咗一種本事，善於進入有能力幫到佢嘅人嘅圈子，而且一旦進入就能夠令對方留下深刻印象。呢個係當年佢嘅同事同老師對佢嘅評價。喺畢業之後呢，佢去咗哈佛法學院嘅法學博士，然後進入摩根士丹利做咗7年投資銀行，掌握咗華爾街嘅語言同邏輯。真正嘅轉捩點呢，發生喺2002年嗰一年，小布殊政府嘅一位白宮顧問打電話俾一位史丹福嘅經濟學教授，話想招聘一個精明嘅後生仔，然後教授即刻推薦咗 Walsh， 佢話呢，佢係我合作過最聰明嘅學生。然後 Walsh 就入咗小布殊嘅白宮，擔任經濟政策特別助理。3年之後，有一樣嘢改變咗佢嘅命運。嗰時係2005年，伯南克加入白宮。呢件事後來被證明係一場接替格林斯潘出任聯儲局主席嘅隱形面試。Walsh 呢把握住咗呢個機會，佢主動幫伯南克準備參議院確認聽證會。呢個舉動令伯南克記住佢哋。2006年 ，Walsh 以35歲之齡被小布殊提名出任聯儲局理事，成為呢個職位歷史上最年輕嘅人。入咗聯儲局之後，佢嘅市場直覺同政治人脈幾乎即刻就發揮咗作用。2年之後，2008年雷曼兄弟倒閉，金融海嘯爆發。喺聯儲局入邊，邊個同華爾街關係最深呢？當然呢就係 Walsh 啦。佢變咗伯南克同華爾街巨頭之間嘅橋樑，參與咗政府救助 AIG、策劃摩根大通收購貝爾斯登嘅協調工作。佢喺呢場危機入邊扮演嘅角色係冇關鍵，以至於當時聯儲局嘅工作人員養成咗一句口頭禪：呢件事同 Walsh 講過未啊？有一個細節好能說明佢嘅性格。佢本身係聯儲局理事，但當佢同國會議員溝通嘅時候，佢主動介紹自己係伯南克嘅助手，刻意壓低自己嘅位置，將功勞讓俾長官。呢樣嘢令佢哋一個需要合作嘅政治環境入邊顯得非常可靠。但係沃什呢係一個有棱有角嘅人，就喺危機仲未完全過去嘅時候，聯儲局開始推行量化寬鬆政策，即係大規模嘅購買國債，將錢注入市場。沃什開始感到不安，佢認為美聯儲大量買債係喺度幫政府解圍，等白宮同國會避開佢哋應該解決嘅財政同結構性問題。雖然佢最終讓步投票支持咗呢個量化寬鬆政策，但係隨即咧，佢喺《華爾街日報》發表文章評論，公開質疑呢個計劃。佢投咗贊成票，但係咧將反對意見寫出嚟俾大家嘅。呢種做法令佢一啲同事非常不滿，覺得佢哋公開批評會令市場懷疑美聯儲嘅決心。之後2011年，沃什主動辭職離開聯儲局，去咗史丹福大學嘅胡佛研究所做研究。後來2021到2022年，美國通脹飆升到40年嘅最高點。嗰陣好多人睇翻起沃什10年前講過佢嘅量化寬鬆會埋下通脹嘅禍根，佢係講啱嘅。但係單憑講啱，並唔代表佢可以即刻翻去美聯儲。
但佢嘅美聯儲主席之路係點樣行駛呢？講到呢度，我哋好快休息一下。父親節快到啦，我先同大家推薦一款守護父輩健康嘅滋補好物，嚟自加拿大嘅 Genix 黑高脂。呢款黑高脂咧，主打係溫補唔上火，非常超值。每日只需要1小羹，就相當於6條西洋餐嘅活性成分，一樽可以食3個月，非常適合壓力大、體虛、熬夜以及年邁嘅長輩。有位朋友反饋喺舊年起買咗20幾樽寄俾國內屋企人，佢嘅老父親今年89歲，因為血管硬化成日頭暈，先服用咗黑高脂2樽，頭暈就得到咗明顯改善。但觀眾朋友如果感興趣嘅話咧，可以使用我哋。如果你打算購買，目前有呢個父親節嘅優惠，埋單時輸入我哋專屬優惠碼芳菲，可以享有85折嘅優惠。好啦，彈翻去 Kevin Walsh 佢傾下佢哋美聯儲主席之路係點樣行嘅。呢個要由一段60年前嘅友誼開始講起。Kevin Walsh 嘅太太係 Jane Lauder。Jane Lauder 係雅詩蘭黛美容帝國嘅繼承人，身家有幾十億美元。嘅太太嘅父親，亦即係佢嘅外父 Ronald Lauder 同川普咧係老朋友。呢兩個人都係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嘅校友。Lauder 咧比川普早幾年入學，兩個人喺校園入邊就有過交集，擔油嗰陣時就相識。呢段友誼延續咗超過60年。Lauder 係共和黨嘅長期金主，幾十年嚟持續捐款。喺川普嘅政治生涯入邊，佢哋支持從未中斷過。第一次競選，佢捐咗10萬美元，後來咧又捐咗500萬美元俾支持川普嘅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 Super PAC。2020年再追加咗20萬，加埋佢個人對川普相關組織嘅捐款，超過咗160萬美元，係川普最重要嘅金主之一。但係呢段關係唔單止係捐錢，Lauder 喺政策上亦都對 Trump 有實質影響力。Trump 對格陵蘭島嗰個咩美國要買落格陵蘭島咁樣一個執念呢個奇特嘅睇法，外界都認為係 Ronald Lauder 喺背後推動同埋鼓勵嘅。Lauder 長期關注北極呢個地緣政治，並且多次咧親自向 Trump 進言，將格陵蘭嘅戰略價值包裝成一個值得認真對待嘅問題。所以咧 Walsh 娶咗 Ronald Lauder 嘅女，唔單止係一段婚姻。佢進入咗係一個同 Trump 有住幾十年深厚私人關係嘅家族圈子，但係 Walsh 本人亦唔單止係靠住外父嘅關係同 Trump 搭上線，佢自己亦花咗好多年一點一滴咁建立同 Trump 嘅私人關係。喺離開美聯儲之後咧 ，Walsh 定期出現咗 Trump 嘅海湖莊園，親自向 Trump 簡報資本市場嘅動向同銀行業嘅情況。佢喺電視上聲援 Trump 嘅經濟政策，批評 Powell 嘅判斷，話 Trump 對美聯儲嘅不滿理所當然。佢喺 Fox News 上梁上同 Trump 嘅媒體生態建立連接。喺佢咁樣嘅背景之下，2017年 Trump 贏得總統大選，耶倫任期將滿，需要一個新主席 ，Walsh 就進入咗最終嘅候選名單，仲去見過 Trump。但係咧，後來 Trump 拒絕嘅睇，原因係因為 Walsh 當時睇落太年輕啦，嗰年咁先得47歲，所以後來咧 Trump 佢嘅 Powell， 但係冇幾耐啦 ，Powell 嘅 Trump 認為應該減息嘅時候，反而加息，變咗 Trump 最頭痛嘅人。嗰幾年Trump 3番4次公開痛罵 Powell， 言辭非常難聽。Walsh 呢並冇消失，佢喺 Hoover Institution 繼續做研究，繼續寫文章，繼續批評聯儲嘅政策，但佢批評嘅方向，慢慢佢喺度往 Trump 中意聽嘅方向靠攏。佢話聯儲使命蔓延，管太多唔應該管嘅事。佢話聯儲資產負債表太大。佢話咧獨立性唔應該成為聯儲逃避問責嘅借口。2025年嘅時候 ，Trump 贏得連任，開始組閣。外界一度盛傳 Walsh 可能出任財政部長，但係最終咧 Trump 將嗰個位俾咗 Scott Bessent。但係 Trump 咧將另一個重要嘅位聯儲主席俾咗 Walsh。2026年1月 ，Walsh 被提名。5月，參議院以54票對45票確認通過。5月22號，佢喺白宮宣誓就職。
佢哋嘅政策同 Powell 有咩根本唔同呢？如果將 Walsh 同埋 Powell 擺埋一齊比較，其實差異係相當系統性嘅。一個咧就係我哋頭先講嘅呢個減少過多嘅前瞻指引，令市場更加依賴實時數據，推動體制變革，包括更透明、更獨立嘅操作。第二個咧係對量化寬鬆嘅態度，但鮑威爾咧佢係將量化寬鬆同埋龐大嘅資產負債表視為正常嘅政策工具，但係沃什嘅睇法就完全唔同。佢強烈嘅主張縮表。而目前呢，聯儲局嘅資產負債表大概係6.7萬億美元。佢認為聯儲局嘅資產規模太大，扭曲嘅市場，偏袒大企業，應該要大幅縮減，等利率成為主要嘅政策工具。但第三個唔同就係對於 AI 對呢個通脹造成效應嘅睇法。鮑威爾認為AI 熱潮喺短期內會推高通脹呢個需求嘅衝擊，因為需求衝擊。沃什認為咧 AI 長遠嘅嘢咧係壓低通脹嘅力量，生產力提升。其實呢兩個判斷，其實我認為並冇明顯嘅分歧呢個短期同長期兩個人都有道理。但係無論點講都好咧，呢兩個人嘅側重點唔同。但第四個唔同咧，就係在於兩者嘅管理風格鮑威爾非常重視呢個委員會嘅共識開會前佢會反覆同委員溝通，但係沃什就唔係咁，了解佢哋人話佢唔介意有反對派，佢唔會去管呢啲嘅，即係佢唔會去處理分歧。所以未來聯儲局內部嘅公開分歧可能會比鮑威爾時代仲要多。但第五個，兩者嘅唔同就係在於點樣嘅美聯儲嘅目標同使命。鮑威爾呢幾年呢，逐步令美聯儲涉足呢個氣候政策社會公平等等嘅議題，呢啲被批評者稱為使命蔓延。而沃什呢，其次先明淡反對呢個方向，主張聯儲局必須回歸佢嘅法定使命，亦即係物價穩定同埋充分就業，其他嘅唔係聯儲局應該管嘅事。但而家沃什正式接手主席啦，但係前面有幾個挑戰唔容易避得開。第一個挑戰就係鮑威爾仲喺度鮑威爾雖然卸任主席，但係冇卸任理事，呢個其實打破咗整整75年嘅慣例嘅。上一次聯儲局主席卸任之後，仲留咗理事會係80年前嘅事啦。之後每一任主席好似格林斯潘伯林克耶倫鮑呢個卸任之後咧，都係一走了之。但係到咗鮑威爾，佢話佢要留低。理由咧係擔心聯儲局嘅獨立性受到威脅，要守住呢個機構。但佢嘅理事任期咧到2028年先到期，所以法律上佢係有資格留任嘅。但係財政部長巴神同埋參議員 Tim Scott 都公開批評，話佢喺度犯緊重大錯誤，破壞慣例。但其實鮑威爾留低喺某種意義上咧，對於沃什可能都有好處。沃什而家最大嘅政治壓力係嚟自特朗普，特朗普係想減息，但係數據話要加息。咁樣沃什如果做出唔符合特朗普期待嘅決定嘅時候咧，特朗普其實係需要一個出氣筒，但鮑威爾仲喺嗰度咧，或者就係一個天然嘅出氣筒可以幫沃什分擔一啲政治火力。第二個難題咧，其實就係我哋頭先講咗特朗普嘅期待同美聯儲獨立性之間嘅呢一個矛盾，呢個其實可以話係最根本嘅矛盾。Trump 嘅 Walsh 係想佢推動減息，但係而家 Walsh 喺第一次會議發出嘅竟然係加息信號。Walsh 話聯儲局應該嚴格獨立，但係佢亦都講過，總統公開表達對利率嘅睇法，並唔會威脅到貨幣政策嘅獨立性。咁呢句說話係咩意思呢？如果 Trump 開始對 Walsh 施壓，Walsh 會唔會好似咁承諾但唔頂得住呢？呢個唔單止係政治問題。如果市場覺得聯儲局嘅決策開始受到政治干預，但對美金、對美債嘅信任就會出現裂痕。尋日記者會上面 ，Walsh 引用咗一句意味深長嘅話，係喺當年2010年仲喺聯儲局嗰陣對同行講嘅。佢話任何不當影響美聯儲政策執行嘅企圖，都會招致強烈而有力嘅反擊。呢句說話唔知係講俾自己聽，定係講俾 Trump 聽？
喺面臨咗第三個難題，就係喺高度不確定嘅環境之下，做出正確嘅判斷。而家伊朗戰爭仲未結束， AI 帶嚟嘅通脹效應仲喺度發酵， Powell 留任嘅政治結構仲未明朗， Trump 嘅壓力仲會持續。所有呢啲因素都喺 Walsh 喺第一份答卷上面高高掛住。喺記者會結束之前，有記者問 Walsh： 你點睇聯儲局嘅未來？ Walsh 講嘅4個字：不負使命。英文應該係3個字，fit for purpose。呢個係佢對自己嘅要求，亦都係佢對呢個機構嘅期望。淡樣到底做唔做到呢？我哋繼續諗落去。好，喺今日節目結束之前，最後呢，我要同大家推介一部我最近好期待嘅劇。呢套劇叫《維尼的終局》，呢個係我嘅第二季即將發布。有人叫佢做現實版嘅無語遊戲，但係呢度賭咗唔係命，係權位。當所有人都發現帝國正喺度崩塌，會發生咩事呢？暗殺、清洗、監控、失蹤，一場走向終局嘅5個禮拜倒數。6月19號呢一套劇開始咗，乾淨世界獨家播出，逢星期5更新。感興趣嘅觀眾朋友，我將條 link 擺咗資訊欄。好，如果你中意今日呢集節目，亦都希望可以幫我哋點讚、訂閱，同埋可以分享出去。亦都歡迎你喺留言區話我知，你覺得 Walsh 會唔會喺 Trump 嘅壓力之下堅持自己嘅立場呢？好多謝你嘅收睇，我哋下次再見啦，多謝晒。